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25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76篇，但以理書第7章19節到27節，啟示錄11章第1節到14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末後的景象。啟示文學中間的異象、景象攏非常的特別。也親像但以理所看到的是一隻獸，並且是非常可怕的，有鐵的喙齒來吞食，用共親像這個銅的爪來拆喙，也有10隻腳等等這景象。這就是咱講對字眼表面了解解說的一個情景。但是，若是對這個奇異的異象的背景意義來看，就比較較容易了解。但以理所看到的異象，其實是佇咧預言將來末後的景象。佇今日的經文，咱看到異象，伊預言着上帝的子民將來要所拄着的強權的統治，並且想要改變節期甲律法。因為因的國家被毀壞、被統治，因所期待的是永遠上帝的權柄以及王權的這個復興的國度。但以理書第7章19節到27節，我愛要閣確實知第4隻獸的意思，伊甲迄3隻獸攏無同款。伊非常可怕，用鐵的喙齒來吞食，用銅的爪來拆碎，佮用腳踏吞踏食剩的。伊的頭有10支角，後來佮發1支角，其中3支角佇這支角的面前落落來。這支角有目睭，喙講大聲話。伊的形狀比其他的角閣較可怕。我閣看見迄支角會成的子民交戰，甲因打敗。毋過對萬古以前就存在迄位的來到，替主權的成的子民伸冤，成的子民得到國度的時間就到。迄個在侍候的人甲我講，第4隻獸是指要對世間興起的第4個國家，伊甲其他的國家無同款，要吞食、拆碎，並吞全世界。迄10隻角就是對伊的國會有10個王，後來閣興起一個甲以前的王無同款的王，要推翻其他3個王。伊講話對敵主權的，壓制主權成的子民，佮想要改變節期甲律法。成的子民會交佇伊的手頭，經過一段時期，佮2個時期，佮半個時期。毋過主權的一個開始審判，這個王的主權就要受剝奪。會永遠受到毀壞消滅，主權會將權柄、王權以及天下列國的統治權賜予伊成的子民。伊的國是永遠的國，世界所有的國家統治者攏會服侍順服伊。另外，佇啟示錄的預言嘛有講到將來末後的景象。聖城將要交佇外邦人的手中，遭受到吞踏。而啟示錄11章第1節到14節，佮講到將來會要受到的災難。經文安尼講，我有領受一支尺，形親像拐仔，佮有聲對我講起來。去讓上帝聖殿甲祭壇，佮聖殿內敬拜的人數，
毋辜，圣殿外口一埕毋通念，因为外埕已经交互外邦人。因会吞达圣城42日月日久。我要准我的2个见证人穿满衫，有权传道1260日久。这2个见证人就是徛伫全地主面前的2丛橄榄树甲2支灯台。若有人要害因，因就对喙吐出火，就对迄个对敌来消灭。若有人要害因，一定会安尼受杀害。这2个见证人有权通关天，互因传道的节期无落雨。因嘛有掌权来遮水，互伊变成做火，佮照因所爱，通不管时间逐款灾难攻击大地。因见证完成了后，对无地深坑上来迄只兽会甲因交战，将因征服，甲因杀死。因的身躯会倒伫大城市的街路。这个城市人甲伊比评做索多玛，也是埃及。因的主嘛伫遐，互人定12架3日半久。对逐个民族、逐个族群、逐款语言、逐款的邦国，有人会来看因的身躯，毋准人甲因埋葬伫墓里。住伫地面上的人会因为因的死来欢喜快乐，交换礼物，因为这2个先知有互地上的人受到苦楚。3日半过了，对上帝遐有活气入去因内面，因就爬起来徛，看到人大惊吓。因2人听见对天来大声对因讲：“起来遮！”因就对敌的面前坐云上天。拄迄时有大地动，迄座城倒1/10。因为地动死去的有7000人，其他的人大惊吓，归荣光互天顶的上帝。第2个灾会已经过，第3个灾会连绵到。以色列人的愿望是在伫上帝的权柄所带来的复兴，上帝的名要受尊最大。当以色列人回转向上帝的时阵，苦难来临的时，就必定会看见上帝的保守甲荣光搁再出现。所以，无论是末后的景象怎样，受呼召的人应该爱回转，并且亲近上帝，来等待上帝的救恩。诗篇76篇，伫犹大上帝人人拢捌，伫以色列伊的名受尊最大。伫撒冷有伊的会幕，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。伫遐伊压制火的箭、毁坏盾牌、刀剑，以及所有的武器。你的阳光甲威严赢过吞没战利品的山岭。上勇的人拢受抢劫，因困去无搁醒，连战士嘛袂当出手。雅各上帝啊，你一个责备，战车、战马拢倒落去，无搁起来。只有你通行位，你的受气一个发出，啥人伫你的面前徛袂牢？上帝啊，你起来审判，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。你一个对天宣判，地就惊吓，毋敢出声。人会受气，最后会变做你对你的称赞。经过你受气流落来，的人会为我来敬拜你，就对上主恁的上帝许愿，嘛就成愿。4位人带着礼物来献互
通敬畏的主，伊要互骄傲的贵族流开，伊要互世上的列王敬畏。恳求做爱主帮暂远，伫拄着困境无能为力的时阵，会通知着爱回转来上帝，听候领受上帝的救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